一張紙、一支筆係阿邦踏上創意之路嘅起跑線，同樣都係一張紙、一支筆，又為阿邦迷茫嘅人生路上帶嚟戲劇性嘅轉變。相信喺我哋每個人成長嘅裏面，唔多唔少都會接受過別人嘅幫助。而你有冇視呢啲嘅朋友係上天嘅安排呢？當有一日喺你成功嘅時候，你又會唔會反過嚟成為後來者嘅指路明燈呢？趙君廉阿邦成長於70年代，由於童年家境貧困，屋企冇太多嘅資源同玩具，所以畫畫就成為咗佢最好嘅夥伴。一直畫到去中五畢業，阿邦已經畫得一手似模似樣嘅港式漫畫。鍾情於畫畫嘅佢，好幸運咁入讀咗理工大學嘅設計學系，開始重新認識設計同畫畫。畢業之後，同好多唔清楚自己人生方向嘅年輕人一樣，阿邦只係靠接一啲兒童雜誌嘅 freelance 設計嚟糊口度日。1年之後，佢就經一位好關心佢嘅老師引薦，從而返去大學公關設計嘅部門裏面工作。開始咗正式工作生涯嘅阿邦，後來又因為唔同嘅際遇，而先後加入過電影界、出版業等等呢啲唔同範疇嘅行業。然後同樣又因為一位前輩嘅引薦，走入咗廣告界，由4A 國際公司嘅創意部門開始，做到去本地大企業嘅廣告部門管理層，再成立自己嘅公司，享受咗一段事業嘅黃金期。可惜由於香港環境同業界技能需求嘅轉變，阿邦最終需要退下廣告界嘅火線。離開咗熟悉嘅行業，佢一度陷入短暫嘅迷失。適逢疫情期間，佢重拾返畫畫嘅興趣，亦由於佢嘅作品喺社交媒體曝光，竟然引嚟一位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嘅講師留意，仲引薦佢成為知專嘅講師。依家嘅佢唔單止係知專嘅講師，同時亦都係饒宗頤文化館嘅創意顧問同駐場藝術家，仲係一間慈善機構微行動嘅執行董事。靠住佢自己形容為超能力一般嘅運氣，阿邦嘅前半生獲得咗好多珍貴嘅機遇。而今日嘅佢亦好想透過自己嘅經驗同知識，去幫助更多嘅後來者同新進嘅藝術人。阿邦你好啊，好開心今日可以嚟到呢一度同你傾下偈啦，了解多啲你嘅故事同埋你嘅理念啦。多謝你。咁我想都了解多少少你作為藝術嘅教學者，同埋同一時間係推動者啦。你點樣去結合你過往經驗同埋你依家有嘅資源去推動緊藝術嘅發展呢？好，我諗我最有趣嘅身份就係我前半世人都係響 commercial 度做 marketing 啊、advertising 咁樣去做，咁而響文化界、藝術界，其實我係好 BB 班嘅，咁所以我諗響成個譬如係藝術商品化或者商品藝術化呢兩樣嘢度，我會有一個我過往嘅background 啦，會幫到我去將呢兩樣嘢融合埋一齊咯。咁呢個就係 which 我覺得響搖滾呢度或者我自己響唔同嘅 area 度可以撈埋一齊做嘅嘢，可以發揮到我自己嘅一啲專長啩。我諗係。咁今日難得我哋都嚟到搖滾呢一度啦，咁我都想好奇問下，其實過往搖滾有冇一啲係可以俾到藝術同文化愛好者嘅參加嘅一啲活動，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我諗搖滾其實我哋係古蹟活化項目嘅第一期嘅項目啦，政府資助嘅。咁響最初嘅時候，我哋係以一個叫做弘揚一個中華文化去做個基礎，去做呢度嘅理念。咁但係其實隨住社會一路變緊，咁而且一個其實你要弘揚一個藝術，你首先要有人嚟對呢笪地方有興趣至得㗎。咁所以其實我哋同事啦，過往一路都好努力將
搖滾嗰個叫做文化嗰個光譜擴闊緊嘅。譬如除咗中華文化之外，好多現代啲嘅，譬如禪藝啊、身心靈啊呢啲咁嘅項目，都會好多節目喺呢度推廣嘅。咁個目的都係啦，一來係令到更加多人認識搖滾啦，係啊，亦都多人認識佢哋嚟到嘅時候，亦都有比較豐富啲層面多啲嘅節目可以喺度參與咁樣咯。咁唔知道未來即係搖滾會唔會都有一啲新穎嘅項目會推行俾大家可以參與嘅呢？我諗我自己作為一個視藝嘅創作者啦，咁第一件事梗係自肥先㗎啦。咁我其實有個項目，而家搖滾啱啱開始推行緊，我哋暫且叫佢做 Pop Up Gallery 啦。咁其實嗰個目的咧好簡單嘅啫，就係我自己本身好多朋友去畫畫，即係一啲叫做唔算係好出名嘅畫家啦，但係佢哋自己有好多古仔想講，有好多感受想表達嘅一啲創作者。其實而家係幸福嘅，我覺得喺而家個即係叫做藝術碎片化，大家個平台係多咗嘅，但係始終好多藝術品你唔係可以靠純粹碌住個電話碌下就睇到嘅。譬如我啲畫，我都寧願啲人睇真跡嘅。咁所以我覺得搖滾係產生咗一個好好嘅 platform。呢度其實以前都好多畫展做緊㗎啦。咁我個目的就係希望盡用啲呢度嘅空間，除咗我哋有好 proper 嘅一啲 gallery 喺度之外，我哋一啲細啲嘅房啦，譬如好似呢度咁啦，或者外邊一啲 open area 啦，我都想將佢發展成為一個 pop up 嘅形式嘅一個俾人展覽嘅地方。咁等即係大家多啲平台，藝術家佢哋多啲平台可以展示佢哋嘅作品，而一啲公眾上到嚟嘅時候，佢亦都多啲嘢睇，唔係淨係睇下古蹟嘅 building 啊。有啲唔同藝術項目啊咁樣咯。好啊，多謝阿邦你同我哋分享咗咁多關於搖滾嘅一啲諗法啦，同埋你嘅故事。咁我哋都喺度即係祝福你有更加多新嘅創作啦。多謝你。同埋同一時間都希望搖滾喺未來日子都有更加多新嘅 idea 可以即係推動到藝術嘅發展。好，咁我哋今集嘅時間咧就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一集再見啦。好，大家多啲上嚟，搖滾見。拜拜。拜拜。